隨住科技嘅發展同埋環保意識嘅不斷提高，許多非牟利機構同埋教會組織逐漸由傳統嘅郵寄印刷會員通訊改用電郵。但係喺呢個轉變過程裏邊碰到唔少嘅問題，例如電郵發送量受到網絡供應商嘅限制啦。如果將呢種發送會員通訊交俾服務供應商去做，又會引起好多私隱嘅問題，而且費用昂貴。自己發送又會碰到好多技術上嘅問題噃，例如點樣個人化封電郵啦，以至可以將特定嘅信息發送到指定組別嘅會員或者團契嘅會友上面呢？點樣逐批發送又唔使揾人專登坐喺電腦面前一路咁樣坐喺度發送呢？以下我將會示範用市面上已有嘅軟件工具 Email Marketer 嚟解決上述嘅問題。首先，你只需要將會員或者會友嘅資料用一張 Excel 表格做好。Excel 表內可以好簡單，有名、有電郵同埋所屬嘅組別或者團契嘅欄位就可以啦。跟住將呢張 Excel 表連結入 Email Marketer 軟件內。呢個動作就係話俾軟件知道你有張 Excel 嘅電郵名單，準備發送。軟件會自動認到重要嘅欄位，特別係電郵地址一欄。下一步就係撰寫電郵通訊，然後喺電郵通訊內進行個人化工作，即係每一封電郵都可以個別稱呼收件人，同埋提到關於佢嘅資料。換言之，會員或者會友收到嘅電郵，只會睇到自己嘅電郵同埋發件人嘅電郵地址，而唔會睇到其他人嘅內容。喺發送之前，我哋可以預覽一下電郵通訊做出嚟嘅效果。我哋可以睇到每一封電郵都可以個別稱呼收件人，同埋提到佢嘅有關嘅資料。大部分機構同埋教會都係採用一般嘅寬頻上網。點樣處理大量嘅外發電郵呢？做法亦都十分簡單，只要利用軟件嘅分批同埋間斷發送功能，調節發放就可以避免堵塞互聯網嘅交通。互聯網供應商自然唔會隨便截停機構嘅上網服務。如果要喺電郵中加上附件，軟件亦都可以做到，而且做法十分簡單。但係我哋建議，由於一般嚟講附件會增加電郵嘅容量，所以喺發放嘅時候，每一批發送量亦都會相應減少。最好係利用郵件內嘅超連結指向機構或者教會嘅網頁，喺嗰度再提供會眾詳細嘅資訊，就更加合適啦。